阐述忠孝节义的歌仔戏嘉庆君游台湾当中呢，他担任了总监制以及艺术总监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他出场。我们欢迎天王国宝。掌声欢迎国宝杨丽花！尖叫声，尖叫声在哪里？哎呀，哇，好年轻哦！你今年18岁。跟部长敬礼，还有董事长、部长，还有我们部长，还有我们局长、影视局局长，还有组长阿满姐哈。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天王国宝歌仔戏杨丽花小姐。哦，这比皇帝较大，你有看无？这是太上皇。太上皇。喂，要讲话无声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，感谢。哇，这多人呢！李部长好，有握手啦。公司董事长、影视、台视总经理也来了，谢谢，拢是足爱护歌戏的。我穿甲，我真紧张，我起来是轻松啦。今日主角是陈雅兰，你太上我是幕后的主持人，帮助者推手，我是幕后的杀手。因为咧，这个囡仔真乖，有啥物唔知就来问我，所以我拢教伊哦，逐项都教。因为爸母无教伊遐济，我教伊上济。我传教的，我讲，你嘛先讲一下。啊，阮两个讲。我落去换高中就来讲啊。真正这个在人生当中，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，因为我在出道的时候就参加了杨丽花歌仔戏，她真的是我的贵人，从做人的道理、演戏，甚至连画眉毛都要学，还有眼睛，还有男生的气概。所以你看他刚刚走的，我才学了60%而已，一度假起来，有无？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哦，所以我一直跟在他身边，啊，虽然他同意我创立了陈雅兰歌仔戏，但是我依然是他的学生，他依然是我永远一辈子的终身如父，我的贵人，谢谢。哦，赞。啊，皇帝斟一个。我要献花，我的花呢？我献花，是我大束的呢。献花你就可以休息一下。啊，你也已经搁甲准备花咧。对。我今仔日吼，确实吼，那我的场合我无遐紧张，是伊的场合，讲部长啦，甲各位的长官要来，啊，我的亲戚朋友这就唔免讲，都足熟啊。还有我们的李大哥总裁，美孚的总裁，李清俊李总裁，当时对因拢来，啊对，永达、兆丰，啊甲赵森宝，啊大金，你帮我讲一下，我拄则吼伤欢喜，袂记你讲大金董事长，我来女博无要紧，因为咱拢足熟啊，真感谢咧，要讲起来哦。
后更真地，互恁足疼惜。也阁有，我会感谢，阁感谢各媒体记者、小姐、先生、摄影师，我最崇拜。多谢伊一路几十年来对尤丽华的歌戏，我来就是陈亚兰的歌戏，希望你阁多多支持鼓励，谢谢。哎呦，太感动，太感动。最感谢就是你部长，咱的文化对杨丽华甲陈亚兰，安尼一再鼓励支持，我抛着千万个的感谢。现场贵宾朋友，恁大家足辛苦，半价光临来甲阮记者会，遮侪人来伫捧场，永远难忘。我小等下讲一寡笑话互恁听。要讲什么笑话？哭笑不得，好不好？嘿，我来讲一寡笑话。这实在今仔日我会发生，为着赶紧哦，惊时间超过。其实讲即摆疫情，我喊你出来，较无运动，所以拄则紧张哦，足喘的。其实哦，我足够骗人的，我遮侪岁啊，还阁有法度行来到遮，甲恁大家见面，这是足欢喜的。阮大哥就来啊，我奈何无来。吼，伊80几岁，为着这场，就半工，今仔日穿表搁较水。伊是爱好咱的歌艺是第一架，还有我们在座在当属长甲总裁，哦，听着歌艺，拢一定无考虑的啦，来捧场做广告。我申报我知影讲，伊足久无做广告，为着忠孝节义，伊就紧拼拼落来。感谢感谢，这点心，咱兆丰，我都兆丰啊啦，兆丰甲永达，伊嘛拢毋捌咧做广告。对啊对啊对啊，真正拢是为着支持为着这个文化，会晓讲歌戏的，是咱台湾正正的，为着歌戏，拢是忠孝节义，传统的文化。拢是伫咧教好诶，有诶讲代志发生，为着财产伫杀来父甲杀阿嬷，这实在哦。有一个囡仔讲，伊都无看歌戏啦，毋知安尼做，这就是一个笑话，这确实诶。今仔日咯，我讲要笑话是我闹开步，为着要来赶紧咯，下哦一双去拖一骹无够，遐要穿功夫鞋出来，加在来啲技书记等下摕遐个会。嗨，谢谢谢谢雅兰姐要献花给我们的国宝杨丽花杨阿姨。这上面花啊，足重的怎么样？我你摕翕相哦，翕相。哦，我不哩重。这是歌戏的传承最重要的画面。谢谢。我媒体，好，赞。心结了哈，赞，再一次啊，好，好啦，阿姨啊，金较久的停留5秒钟，安尼翕相起来较好看，嘿啦，金了，停5秒，嘿啦，我金完我嘛要金哦，嘿，哦，鬼人金，很可爱。哇，鬼人金。鬼人金啦！喂，鬼人金啦！你不是已经离开了吗？我穿越了，我从清朝穿越来，对不对？阿姨，哇，你好。你个花心哦，哈，嘿，伊这是路边的土匪啊，卖管。你是嘉庆君哈？是啊。那你就乾隆皇咯。哦，你看，伊讲较大，伊演水啦。白云啊，杨阿姨讲哦，你在内底表演偌好，你知？安尼哦，阿姨感谢你啦。因为我有看，我剪接的我有看。安尼哦，你甲剪掉嘛？你甲无啦，就是阿姨甲我叫，但系讲袂使，这爱甲我剪落去，安尼啦。我足感动的。
你是要播画面的哦。我难得可以跟歌仔戏沾得上边，拢是杨阿姨疼惜我，姊也嘛疼惜我，安尼啦。伊是来做认真的啦，为着今仔日讲伊特别要咱咧表现一下，爱换一个表现的妆。安尼哦，你起来要创啥？无啦，连咪就是因为咱吼，我感觉咱台湾真好啊，进前咱这个许多拄着这疫情的时阵啊，你写迄首歌你写会对无？嘿啊，我想讲无连咪无阿姨嘛来做伙跳啊。华语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出戏在拍摄的途中呢，我们刚好遇到去年5月疫情爆发，那整整的停工2个月。但是2个月的期间呢，雅兰姐呢就为了看到台湾呢各行各业大家都很辛苦，所以说在那2个月期间呢，做了一首歌叫做《台湾好》。那台湾好的意思呢，就是希望鼓励人心啊，让台湾能够看见希望，然后各行各业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，然后之后呢再继续的拍摄。所以说今天呢要把这首写出来的《台湾好》这首歌呢，也在记者会上面呢呈现给各位。对，那就邀请邀请。你要跳？你要落去啊？你要落去啊？我若跳来到地，这场袂煞啦。哎呦，你会跳较久哟？我一困跳迄3点钟咧。哇，你体力好呢。我跟导人来咧。好，那我就接着下，等一下再上来。接着国宝下来，我们来欣赏一段宝莱坞式的歌舞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谢谢咱梁阿姨，谢谢。国宝。杨丽花，你当作刚才我一个哦，迄规定的呢。哎呦，真正规定来呢。哎呀，哦，来。哎呦。